捐款相關設定，請登入你嘅管理控制台，選擇主選單嘅設定，然後選擇捐款相關設定。捐款相關設定包含3個可供設定嘅項目，分別係貨幣及限額、捐款支付方式同定期捐款週期。選擇貨幣及限額，請選擇系統使用嘅貨幣。設定捐款限額，參考建議，例如最低捐款額為100蚊，最高捐款額為10萬蚊。確定所有資料正確後，可以按鍵儲存。然後選擇捐款支付方式。系統支援大部分現時流通嘅付款方式，選擇需要設置嘅付款方式，然後按鍵設定。以下將會有唔同支付方式嘅示範。範例1：使用銀行轉賬，請參考示範填寫付款資料。確定資料正確後，可以按鍵儲存。範例2：使用二維碼嘅付款方式。按鍵圖片上載收款賬戶嘅截圖，然後輸入收款編號。確定資料正確後，可以按鍵儲存。範例3：使用現金支付，請參考示範填寫付款資料。確定資料正確後，可以按鍵儲存。範例4：使用支票付款，請參考示範填寫付款資料。確定資料正確後，可以按鍵儲存。範例5：使用信用卡或內地支付寶，請使用之前確認已經開設咗 Stripe 賬戶，然後按鍵設定。輸入由你嘅 Stripe 賬戶提供嘅 Publishable Key， 跟住輸入 Secret Key。確定資料正確後，可以按鍵儲存。最後，選擇定期捐款週期。勾選合適嘅捐款週期，確定資料正確後，可以按鍵儲存。恭喜你完成捐款相關設定，依家可以請進入下一部分設定捐款項目。